今日由醉英亭小三洲櫻花林上去梅沙尖觀景台，再落返去雲海廣場。喺蓮塘樓岸搭5個站嚟到呢海山站，跟住出去 B 出口，過去搭雲海專線 A 車。B 出口出咗嚟呢，就直行啦，去到路口位就轉右。過去雅庭海灣國際大酒店，右手邊呢個就係一海城商場。而家過去搭雲海專線 A 車上去小三洲水庫附近嘅三洲田櫻花林，跟住再上去梅沙尖新海嘅觀景台。公交站就喺雅庭海灣國際大酒店嘅附近。呢度就係海山路總站，跟住搭去小三洲，喺醉英亭站落車。呢度就係櫻花林啦。用微信掃描付車資，車資為15蚊，60歲以上半價。沿途每個站都有上客。去到小三洲站，私家車不可駛進，泊於馬路旁邊。2023年從蓮塘口岸搭的士上嚟，至可抵達小三洲，車資為80蚊。上到嚟醉英亭啊，差唔多用咗車程，用咗50分鐘。喺醉英亭嗰個站落車睇櫻花，但係啲櫻花都落晒七七八八啦。如果唔睇櫻花咧，就上去嗰個梅沙尖，就坐多一個站。最想要就係醉英亭。上去醉英亭睇下啲風景。醉英亭喺北出入口方向，而梅沙尖登山口喺南出入口方向。
而家沿住馬路過去梅沙尖登山口，沿路都有啲櫻花。前面就係梅沙尖登山口4號崗亭。我嚟到登山口啦，呢度就係4號崗亭啊！而家上梅沙尖頂，1240米喎，35分鐘。官方時間話35分鐘，我而家12點47分上去。呢個方向就係過去根子首爾雕塑林啊！我哋而家繼續上去梅沙尖。小朋友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左手邊落去茶溪谷，我哋要上去梅沙尖。23年7月份嚟冇乜人嘅，今次咧上嚟咧上山落山都幾多人下。梅沙尖森林小站係新開嘅。洗手間旁邊有個無線充電喎。對上呢個係新嘅梅沙尖觀景台，今日係3月17號。呢個觀景台咧就係前2日3月15號先開放嘅，所以過嚟睇睇。開始陡斜啲路。最出係鹽田港，繼續上去，沿路都係呢啲靚靚嘅石頭路。上到嚟梅沙尖觀景台係2日前3月15號開放嘅。梅沙尖753米高，對出就係鹽田港。
2023年7月就係咁嘅樣，未有觀景台。由另一邊落返去雲海廣場。自助飲品售賣，自己掃描個曲俾錢。靠右手邊落去雲海廣場。呢邊大多數呢啲一嚿嚿嘅石頭路，唔知係咪唔想啲人喺度跑呢？用咗1.2K 到雲海廣場，繼續落去。右邊過去雲海廣場啦。由小三洲水庫嗰個登山口啊，一直上去回沙尖頂，跟住喺另一邊落返嚟呢個登山口啊，個公交車站，雲海廣場嘅車站用咗1小時20分鐘，而家再過去雲海廣場。落到嚟公交站，靠咗行上去雲海廣場。喺公交站個總站啊，行咗100米度嚟到呢個雲海公園嘅入口。雲海廣場逢星期1休館，只可以喺外圍觀看。一共有 A、B、C、D 4條線落返山，1星期7日都運行，